再来看咱中油的前执行长池汉，伫111年时涉嫌贪污2700万，迄当阵伊互法院甲羁押一档以500万来交保，而且爱挂电子卡夹。其实这案呢，伫23就要一审来宣判，结果昨煞传出这池汉的电子卡夹已经伫屏东互人甲绑落来，而且这人嘛走甲无看影。即马桥头地方法院已经发布通缉，这嘛是咱国内头一件破坏电子卡夹滥港的案例。 但是有一些居民是新搬过来的，靠近我们这个区域嘛。 这是2009年高雄中油大拿厂油气外漏，中油前执行长池汉代表说明的画面。池汉181年因为涉嫌透过职务贪污2700万，互桥头地方法院裁定羁押。112年用500万交保了后，限制自己出境出海，而且爱挂电子卡夹。逐礼拜3、拜6爱伫门牌货币头前翕相回报，想要到才拄回报线，19下晡就传出电子卡夹伫屏东万峦互破坏，人嘛走甲无看影。桥头地方法院随发股票，全面敲吹，而这也是国内头届发生被告破坏电子卡夹滥港的代志。被告在周3晚间完成电子报到后，本院在隔天，也就是3月19日周4下午1点55分，被告佩戴的电子脚环遭到拆卸。我也不便问他太多了。我说你婆说都去哪里？他说他说去屏东庙里，他经常往屏东庙。他说他初一啊。 大附近的劳动司讲，昨早起9点外，看伊要出门，有小酒问池汉救济爱保重身体，哪会知影代志变安尼？桥头地方法院伫高雄屏东敲吹，到20早起也找无人，除了没收500万的保证金以外，也对池汉发布通缉。只是外界好奇，电子卡夹设计敢有法度靠人力破坏？专家学者拢讲，确实有这个可能。感应的线圈才是铁质的啦。 那所以基本上是可以用人为的方式来做破坏啊，24小时都监控你的这个行踪，那它会在地图上也显示出你移动的热点。它因为是卫星监控的，所以它常常会有在那个房子里面，然后会发生这种断讯的问题啊。学者表示，因为电子卡夹是靠卫星监控，这回池汉可能是利用一寡角头信号较弱的所在来破坏电子卡夹，这也显示出电子卡夹不是万灵丹，无法度全靠机来防止被告滥港。记者柯秉正、柯家族、柯超阳、高雄屏东综合报道。